在展開實驗室下，學生熱烈的固定表演，為後來北平老舊的校舍增建崗頂的落成舉行啟用儀式，由着市長黃偉哲親自主持，包括教育局長鄭成輝、校長王彥祥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、各地議員參選人，攏共同出席來見證。3、2、1，請啟動！讓我們掌聲鼓勵！這麼美的學校，這麼好的學校，我們祝福他。其實志開實小是有歷史、有傳承，而且非常好的一個學校。那可以提供周邊的民眾，他們的子弟可以來這邊就學。那預期未來能夠有更好的一個方式，提供能夠有這麼好的新教室，大家新教室裡面能夠讓我們同學有很好的教學環境，那相信對學習一定有幫助。同時，新的學年度我們也有這個 AI-PC 的使用，那可以大幅提升孩子的這個 AI 的學習能力。那這個讓我們差異化教學能夠徹底落實，讓孩子都能有受到最好的教育。校長表示，自開國小對112年完成南洞的校舍改建以後，在市府和各地議員的支持下，總共開了8100多萬，才完成北洞的改建。今天能夠順利的來完成，其實是真的天時地利人和哈。那再一次非常感謝大家。那新校舍完工代表學校的新的里程碑哈，是一個新的開始。那我們希望學生在就像剛才是5年級學生，因為6年級已經畢業了，所以就是5年級一個接棒的一個過程，就像這樣一棒接一棒，在未來的校舍的完善，然後課程能夠如期的繼續來精進。那也感謝大家的支持。志開國小的前身是台南空軍主題小學，是一座具有歷史傳承的校園。這間北洞校舍全面的更新，嘛為學童提供更加優質的環境。預計9月開學就已經提供使用。自新學年開始，唔僅提供更加好的教學環境，同時嘛導入人工智慧甲個人電腦的學習，讓老師的教學更加順利。每一位學生都能夠受到上好的教育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